哦，没有缺电哦，没有缺电啊，小心台中有缺电，蔡英文说3年都不会缺电，说不缺电啦。蔡英文的方面欠电啊，欠电，加奇怪。全国大停电了，你啊，蔡英文的生意是无讲袂欠电，好不好？签一下，签一下啦，拿个笔签一下，你的态度了，长官，你的态度，老问题要不要解决了？希望家。那我们要不要解决老问题嘛？谢谢。老问题我们正在解决啊。是吧？啊，你们老问题就没有解决，解决。没，你有这样的。长官，我拿在这边来。记得吗？来，好，这边记得刚才有侨胞说听到您在那边致辞啊，他感动到流眼泪。真的啊，所以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出来，我发现我们侨胞真的非常爱护我们，也非常关心真的整个台湾。我真的非常谢谢他们，因为我听到很多侨胞他们都刻意到高雄来旅游，我们真正用行动来帮助高雄。那刚才又有一位大哥，昨天他有捐了3000块钱，要帮助我们高雄的双语教育。今天呢又捐了1500块美金，但是他也是希望这笔钱能够拿到高雄来帮助我们高雄的小孩。我真的非常的感激，非常真的，我只能说我很感动，也很感激。刚刚有很多侨胞说啊，你很有一衣服务员的风范啊！没有，我乡下长大的，真的。我从小种田，乡下长大的小孩，真的别笑，我种田种得很好的。学姐要不要这个让韩市长再任性一次？差不多就好了吧。嘉宾姐刚刚有说，好像那个华侨是革命之母，是不是？我们小的时候读书不是都这样的吗？小时候读书，这个国父在革命的时候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，那个时候不太能够体会华侨的力量。我们这次出来，真的感受到我们华侨对于我们自己国家的那种爱护，还有那种真的这种期待跟关心，我真的能够相信。所以，这次看到我们的侨胞这种对我们的这种情感，非常感动。现在感受到了这种华侨的力量，有没有要化出为行动？对，想要改变化就爱高雄的行动。嘉宾姐听到郭董有意思要选总统，心情有没有比较轻松？很轻松啊，开心啊。为什么开心？开心啊，他很不错啊。对，所以这样家里的衣服要变成。您听到了吗？都要帮你们家洗衣服。市长轻松还是你轻松？现在是衣服要加班减洗吗？没关系，我洗衣服 OK 的。从小做家事做惯了。不过因为市长民调很高，现在连国民党都说要直接用民调来征召我带你们去吃面好了。韩冰说没有要戒这么久，没有想办法把戒出来这么久。韩冰说我们只是出来选市长。好了哈，那我就上。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边给我救火一下，谢谢。